请你们帮我公开分享好吗？其实我真的很难过，很不舒服。为什么现在的小孩霸凌的状况这么多呢？我的小孩我送到私立学校去，我觉得学校的教育环境很好，可是这些小朋友有些小朋友真的是没办法，他们会有意无意的去伤害你家里的小孩。那如果我们的小孩呢是比较规矩的，我的小孩是女儿是连开口去反驳他们都不想，因为她觉得没家教，可是她就一直压抑，要让学校知道学校启动。我跟你讲，我真希望他们学校启动，可是那小孩现在多聪明，我都没有指名道姓哦，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对号入座，我知道他在讲我，但我没有去理他。姐姐，这就是可恶的地方嘛，这就是那个小朋友可恶的地方。要么他指名道姓，大家还可以处理，你懂吗？那因为你偏偏又不是像他那样的人，你知道他这样对你，他就会对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他不喜欢的人，这就叫霸凌，懂吗？大家都以为要开口骂、动手打才是霸凌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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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包括不尊敬、不尊重。可是我今天爆发是因为你下来的不是单纯他只当然，他一直来，因为你一直没有表态，他就会一直来。姐姐，你知道恐怖的就是他慢慢的一点一滴在伤害人，结果你们最后选择伤害自己，心里受伤了。对，姐姐一定要勇敢面对。他说一定要学校每个人都鼓励，说那赵豪说要鼓励很多人，爸爸已经来不及了。姐姐，我们就被讨厌，就像很多人讨厌我。爸爸，可是很多人支持你，我没有。你有。爸爸妈妈弟弟支持你啊。我就家人支持是最棒的。那就1-2个，爸爸不是。哦，你没有看到，在线上的1000多人的1000多朋友，如果你们也支持我的女儿，请帮我打+1，给我刷一排爱心。弟弟你来看，我不想让姐姐露脸。那我只能说我很幸运的，我女儿的这个学校呢，处理的态度是非常积极，而且非常友善，而且非常负责任的。我们当天去的时候，主任来了，教官来了，班导师来了，辅导老师来了，全部都到齐了。那学校方也第一个问了女儿所有的经过，好，问完了之后，我也是跟老师讲说，那因为我说我是觉得说我自己认为，因为我已经有过经验了，我也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大概品德教育在什么程度，那是在水平之上哈。那我就一开始我就觉得是应该小朋友不懂事，他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对，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经验，已经有一个经验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这段时间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好玩不懂事，可是我们一定要让他知道，其实他这样做可能会真的会伤害。就算同学之间彼此有挑衅的言语行为，但是他不知道后果会这么严重，为什么？因为小朋友还没有社会经验嘛。是他不知道说每个家庭来自于不同家庭的成员，他受的环境，他的环境怎么样，他的家庭教育怎么样，那所以当我们是今天接到班导师的电话嘛，说已经有跟对方的这个同学说了，人家同学好像昨天晚上我就听我女儿说。其实昨天，应该是说我们昨天去学校之后，学校就已经开始非常积极的在处理这件事情。对，那晚上好像说我女儿老师也非常关心，一直来电话。那人家对方的同学打电话来私讯给他，就说他想要跟我女儿道歉，然后他不知道事情会这么严重。那就算你爸爸来问我，我会老实跟他讲说我所做的事。你说这个学校跟这个学生他们被教育的多好。那我在想，就借由这次经验，我们就知道说，在青春期，这段之前呢，我就因为了这件事情，我去有网友很棒私讯了一段关于犯罪心理学的影片给我那是有大陆的一个顶尖的专家那我今天看了，我真的觉得说在青春期之前，我们当父母的一定要很注意一些事情那其实我问我女儿说。你对这件事情看法？他说：“爸爸，其实我并不生我那个同学的气耶。他说那个同学是我的朋友，我只是很难过，为什么有这种事发生了？那他只是找不到对应的方法。那可是我这个爸爸很着急，就一直想要给他解决方法。